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榮耀。今日呢，我哋又嚟繼續拍我哋嘅呢個生存伺服器東花伺服器啦。對上一次呢，我就拍片就挑戰我要流放自己喺一個好遠好遠嘅地方，而家喺一個5000格外啊。我哋嘅基地喺重新點係啦，然後我定俾自己嘅目標就係要儲齊全套肉水裝。雖然我自己生存技巧一般般，不過我相信我都會成功嘅咗一日。咁呢，我就私底下啦，入咗嚟玩咗一陣嘅。咁就搜刮咗個沙漠神殿啦，就搜集到2粒鑽石啦。咁就有4個呢個沙丘盔甲文版同埋有個馬鞍嘅，同埋打咗隻力斯，掉咗個3叉箭出嚟，係好嘅。然後目前搜刮村莊，對上一集我定俾自己目標係揾村莊，不過都係揾唔到，最後自己私底下行咗一陣嗰個海，游咗一陣水，總算係嚟咗呢個村莊。我之前就係喺嗰個方向度游過嚟嘅，我哋對上一集嘅位置就喺嗰邊，對，冇錯。好的，咁我哋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咁呢，我自己就係去咗嗰座沙漠神殿度進行探究，就唔係進行探究，進行搜索，就揾到係啦嗰啲資源。不過我覺得呢，沙漠呢，我就覺得點講呢？沙漠嘅資源就本身唔係幾多，而且呢個村莊又冇鐵匠鋪，所以其實實際上點講呢？我覺得呢度唔適宜久留啊。點講呢？所以我決定呢，我應該都唔會再留喺度住噶啦，好吧？係，我覺得呢度真係不宜久留。冇乜嘢特別，係啊，冇乜特別嘢。係我覺得我可以揾一座更好嘅村莊。係，然後我哋留啲生存跡象喺呢度，係純粹想留啲跡象俾其他玩家，如果經過呢度就知道呢度有人嚟過。有啲咩資源唔需要嘅話就掉喺呢度。好啦，其他資源都幾需要㗎，呢個木稿掉喺度啊。然後呢個熔爐同埋就 OK 啦，就掉喺度。然後我哋就這邊留一個牌子，好的，等一下，羊駝對我吐口水了，竟然，多謝流浪商人貢獻嘅酸繩啊！好多謝流浪商人貢獻嘅酸繩，多謝晒。好，然後我哋留一個牌喺度，到此一遊。點寫啊？好的，這邊寫一個牌，到此一遊就好啦。我哋就可以紀念一下我哋嚟過呢個地方。係，好啦，我哋事不宜遲，我哋要馬上搬家啦。好，我哋身上面就放呢啲物資喺呢度，呢啲物資本身都冇乜用。然後我哋就將剩下嘅胡蘿蔔打包帶走。等一下，做咩人叫我啊，大佬？唉，等先。哇，村民多謝你嘅免費胡蘿蔔，繼續種啦，我會繼續搶奪你嘅物資啊。好，然後這邊有啲小麥，但係未長成，呢度仲有胡蘿蔔可以採埋佢。然後呢邊村民又重新種上胡蘿蔔，我又可以重新採集，這樣就有無限量嘅胡蘿蔔啦。然後村民就會發現點解自己胡蘿蔔呢？然後好啦，我哋就留喺度採集更多嘅食物，之後再開始啦。好的，
我同村民經過咗反覆幾分鐘嘅搶奪物資，而家我將呢個村莊嘅物資搶奪完成啦。好，所以我現在準備要離開呢個村莊，前往更遠嘅地方啦。好的，我現在將身上的重要的裝備都帶好，唔係重要嘅裝備，係重要嘅物資都帶好。等陣我同佢打聲嗨先。HI。好的，看有什麼可以幫到他。我現在呢個全個都係沙漠啊！要唔要打包啲仙人掌帶走？會唔會諗住？應該唔會，因為我哋本身總基地嗰度都有個仙人掌農場，不過好似俾人破壞咗，因為啲人話冇乜用，想攞個位嚟做其他嘢。不過仙人掌我都唔諗住帶過去啦。因為好似本身就有冇庫存呢？本身我都唔清楚。因為我人已經離開咗總基地嘅範圍啦。自己都唔清楚。不過我哋係可以打包啲木棍帶走，然後睇下要徒步幾耐，先至再可以見到新一個村莊。我見到新一個村莊會再話俾大家聽。呢度發現咗一個岩漿，跑咗一段距離之後，所以我決定我而家暫時關閉一下簡單模式，標注一下地獄門先，看一下，怎麼樣？這樣子吧，應該可以。糟了，我是不是按錯了？煩啊！忘記在這邊放塊石頭了。好的，然後搭個這樣子的結構，應該是這樣子吧？有沒有搭錯？有學過速疊傳送門，不過唔係幾識。好了，搞定。然後我突然發現我自己唔記得咗合成打火石，而家我冇拎石，嗰個係咪讀拎石？好嘅，各位觀眾，我而家靠一個特殊嘅方法點亮傳送門。等一下，怎麼放呢？咁樣放啦。我唔知點樣。得唔得呢？咁樣燒得唔得嘅呢？其實我都唔清楚，其實定還是我應該點樣燒啊？我想講應該咁樣燒，放一個喺度。咁樣係咪會蔓延過去咁樣？而家呢，佢黑暗石區域已經着咗火，不過似乎冇點亮傳送門。我唔清楚點解啊！不過我真係唔清楚點解。吓？呢個有啲尷尬添，呢個唔知呢個有啲唔知點搞。好。各位啊，我哋個傳送門似乎點亮唔到啊！我想講，有啲尷尬啊。既然係咁，我冇辦法啦。我哋個傳送門就暫時留在這邊，然後我們坐標現在記好。好的，記好，走了。我們到時看影片回放就知道我哋個傳送門嘅位置係。除非我之後整唔見咗段片，除非我應該唔會整唔見咗段片，因為段片會上載去 YouTube 度。如果我上載去 YouTube 度，但係最後都係整唔見咗段片嘅話，咁恭喜晒，我係世界上最愚蠢嘅人。好的，看一下有沒有村莊。等一下各位，我發現呢度
有礫石啊，有礫石咁就即係代表我哋應該可以揾到碎石，揾到碎石我哋應該可以點亮條中門。好，你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礫石找到了。各位觀眾，我蕩失路啦，我似乎揾唔到岩漿嘅位置，岩漿湖嘅位置，所以我放棄啦，我決定。我唔知點解呢，明明淨係行咗一段距離，但係當我行翻轉頭嘅時候，我發現我完全揾唔到岩漿湖嘅位置。雖然而家天黑咗，但係我都完全見唔到任何光亮咯。我想講，唔知點解會咁。我唔知係咪我眼睛有問題。如果你哋見到而我見唔到嘅話，請你哋喺留言區度話我，係唔該晒。所以我而家決定，我放棄啦，我揾村莊，揾村莊。我想揾一個地形比較好嘅村莊。各位，我而家嚟到一個地形，呢個地形看起來唔錯下。我覺得呢個地形應該比較容易出村莊，所以我哋就喺度附近揾看啦。爭啲跌落懸崖 ，Oh my god！各位，我哋而家登上咗呢座大山上面。我喺度觀察緊周圍到底有冇村莊嘅身影，然後當我登上咗座雪山嘅時候，發現後面唔係雪山，係高山嘅上面。我頭先有冇講錯啊？我發現後面有一座雪山，係，然後呢邊有一個礦洞，我唔好理佢。然後嗰邊嗰座山我冇睇過呢，嗰邊嗰座山好似睇過未？忘記了，好像係咪喺嗰邊行過嚟啊？唔係，我喺嗰邊行過嚟，唔係喎，呢座山好似未睇過係嘛？然後至於呢座雪山呢，就唔好理佢。雖然有皮鞋就唔驚細雪，不過我覺得雪山上面冇乜好探索，除咗雪屋會有僵屍村民可以破成就之外，就冇乜好探索，我覺得，或者雪屋可以攞到啲虛弱藥水之類嗰啲嘢。不過呢啲對我而言，而家嘅挑戰嚟講冇乜用。好啦，我去對面嗰座山睇下有啲乜嘢好啦。我去對面呢座山睇有啲乜嘢。至於嗰邊嗰座山應該冇嘢睇，因為我而家離遠望過去應該冇村莊。好，各位，登上咗呢座雪山啦！登上咗呢座高山之後，暫時未有發現任何村莊嘅身影，不過有大洞穴。不過大洞穴裏面會唔會諗住喺裏面挖鑽石就？反正之後玉水莊都要挖鑽石，不過，唉，係要唔要落去挖呢？反正都揾唔到村莊。定還是應該揾個村莊儲存咗物資先至再挖呢？因為以我呢種技術嘅人，應該一入去就會死。啊，唔係喎，對，之前我係話乜嘢？係喎，我開咗和平。我咁冇嘢啦。我覺得我哋應該可以落去睇下，但係首先揾個位落去先。我覺得我哋可以落去睇下去唔去到新板南層。如果去到新板南層嘅話，應該可以。先看一下，我們就把復活點放在復活點，好吧，唔重要啦，復活點就放喺度，然後就把我嘅據點暫時放在這邊吧。然後做一些火把。好的，
做一些火把，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把物資儲存好。好的，物資儲存好之後呢，等先，物資未儲存好，仲有啲嘢未放落去，唔記得咗。好，儲存好啦。好吧，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探索洞穴吧。看一下有什麼東西。反正現在開和平又不怕。哇！睇下這邊能不能通往新板南層？看樣子啊，這邊通往什麼的？各位觀眾，這邊好像可以到新板南層。我剛才找到一條路，看一下。對哦，這邊可以到新板南層，不過這邊的路真的有點窄。我想揾一個大洞穴，應該可以揾到鑽石。本身已經有2粒鑽石喺沙漠神殿嗰度揾到。但係似乎不過唔重要。如果冇路嘅話，我自己魚骨過去啦。現在多少啊？-24。-24的話，睇下可唔可以再。各位，這邊好像有條路可以通往底下。我看一下。我操！哇！這是什麼？我遇到了什麼？這是……等一下哦。Oh my god！做一些火把出來先。Oh my god！不過放心，我哋有開和平模式，應該唔會有怪嘅，應該唔會有復仇者嘅，好驚，有啲怕的。很怕！哇！這是什麼？哇！這種結構，這邊還有黑暗石，咁即係應該，睇先。咦？這邊是-54。我覺得其實我應該可以喺呢度挖鑽石，應該聽落去應該唔錯下。同埋我哋 server 因為係嗰個 Minecraft 嘅官方 server，所以佢應該係有俾。所以我之前研究過，佢係有俾一個功能我哋，就係呢個嘢。你可以直接去儲存一啲嘢，即係例如咁樣樣，你可以儲存，你可以儲存一個咁樣，例如我求其寫一個啦，因為呢個咁樣就可以，咁你就可以隨時落返嚟呢度咯，係。其實我覺得呢個位幾適合攞嚟挖鑽石，所以我覺得挖夠全套鑽石裝再返去都好。好吧，開挖。各位，我現在揾到鑽石了，終於挖咗大概咁長度嘅空間。好，我哋睇下有幾多粒？1、2、3粒、4粒、5粒、6粒、7粒、8粒，哇！足足8粒嘅鑽石啊！果然幾正。我哋然後記得大家喺挖完鑽石之後，好多新手玩家都會忘記喺附近挖多幾個坑，睇下會唔會遺留鑽石。對，這邊沒有，好，我們繼續行，繼續。各位，我挖下我哋嘅魚骨礦洞，突然間挖咗去一個巨大嘅空間裡面，然後，咦？這邊有鑽石竟然，哇哦！1粒。很棒，然後這邊看一下有沒有鑽石，看一下鑽石，我們現在我想要鑽石，我嚟啊！鑽石，
這邊還有一粒鑽石，可以挖一下。咦？怎麼只有一粒？只有一粒。各位，這邊還有一顆鑽石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沒關和平模式？是不是人開了簡單？啊，還好，嚇死了！如果突然間有監守者，就真係會嚇鬼死我啦，大佬！有點怕，12顆鑽石。現在走到一個比較深的位置啊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有啲語無倫次啊！我有關和平，唔使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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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OK，我們就探一下吧。喂，等下，哇操！這邊也太危險了吧！嚇死了！這邊太危險了吧！哇！這邊岩漿湖。嚇死了！我們現在12粒鑽石啊！現在 Y 幾啊？我想說現在這邊 Y 幾其實Y 53。好的，我認為我哋可以，好吧，我這次絕對不會失誤了，我跟你說，好吧，我這次絕對不會失誤了，我出碟傳送門，等一下，這邊是不是不夠空間啊？應該夠吧？這邊看起來唔夠空間。等一下，我不是專業的實況主啊，所以技術爛，不要介意。應該可以吧？等下，為什麼會這樣？等一下，失敗了，等下啊，好煩哦，好煩啊，又放錯了啊！OK，唉，算吧，我放棄這個傳送門了。反正我哋出面仲有好多岩漿可以慢慢試。係啊，我哋原路這邊好吧，我們原路回去吧。我們剛才是沿住這條路走的，看一看啊，我哋回去的路在哪裡？路應該在這邊，不要嚇我啊！好的，回去的路就在這邊，很棒，回來了。每次見到呢個地形都會非常之驚，因為呢個地形就代表應該會有監守者，所以係，總之就好驚。等我 check 清楚有冇鑽石先用。我好驚會撿漏鑽石。如果漏咗粒鑽石冇執返去嘅話，咁就會非常之可惜，因為看一下有沒有漏啊。如果漏了就真的可惜啦。好吧，應該沒問題吧。好的，鑽石應該都沒有漏了。應該就只有這些了。好，再點個火把睇下先。我睇先，哇！冇留意到呢個礫石添。好彩冇事，好彩佢冇跌落嚟啫。好的。我哋呢邊都探得七七八八啦，所以我覺得
我哋喺呢度攞啲紀念品翻去，睇下可唔可以攞啲紀念品翻去。好似如果徒手畫好似唔得㗎喎。咁算啦，紀念品我哋係攞唔到翻去啦。不過好啦，我哋呢段片有片為證。好的。咁我哋今日嘅短片就到這裡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短片，記得按讚同埋訂閱分享我嘅頻道。我哋呢個流放之旅會喺之後會再繼續播放給大家觀看。好的，大家如果支持我攞到玉水裝並且返回我哋嘅基地嘅話，就按讚訂閱。講咗啦。好的，多謝大家嘅收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